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夫妻类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介咧大家懂惯性嘅骨头嘅问题、切头嘅问题。当因为讲，哎呦，我讲是冷水，唔是冷水，我切头是开始痛咧，冇买条行路，系冇是讲哦，头把嘅人可能做农事做动作，唔啲用因咧保养呢个切头，系你还是切到冻干苦。其实咧，切头系做啲保养嘅哦。嘅嘅啦，分享啲今嘅欣赏，佢系马莎咧，佢系來自苗栗非太自然嘅劉玉環欣賞。歡迎欣賞，歡迎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苗栗芬太醫院嘅劉玉環醫師。耶，歡迎欣賞，欣賞係第一擺來從冇？係第一擺。真嘅第一擺啲苗栗來問同大家來講切條嘅問題。係啦。真嘅嗬，節目一開始同大家來講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你喺2020年，唔過有一隻青，做唔嚟講青洋蔥啊，唔過這是台灣你還要面對嘅問題，就會講我們說高齡化嘅沙飛，喺2026年，大家看一下哦。13年低度就可能有2歳係65歲以上，哦，喺2065年13低度就有1歳係85歲嘅老人家，糖衣來講冇用啊，唔過喺計量時大家會真的就會覺得壓力是很大的，而且對於後生人來講壓力也很大，像可能喺講你喺路上走路，也喺去拜訪朋友的時候，等於是10個裡面就有4個是老人家。对哈，計量時我們2個也是老人家，我已經，所以我們2個兩啥就會高齡化社會那個時候的老人家哈。唔過，基本同大家來分享，唔係老人家嘅問題聽聽，係講老人家係講多，其實計量時嘅醫療嘅面對嘅問題輕多。唔過，基本以貼片來講嘅就係骨科的問題。對不對？因為人都老嘅時間，大家會知道骨頭有退化的問題。對，我們今天邀請到欣賞來到亞片，同大家來講就是骨科的問題。一般來講，係講去本欣賞看，對，在門診的時候遇到的老人家來看嘅問題，係乜嘅問題較多？一般嚟講，老人家來看病吼，大部分從大部分講得起來，從頸筋啦、背囊啦、肩膀啦、手啦吼，你腳骨、切頭。你叫唔做，全部是有可能講，因為通過了錢嘅嗬。他家提講，關節有咩東西？關節係兩肋骨頭，佢低位地方好多關節。關節佢底部有隻軟骨嘅嗬，軟骨嚟佢挪壞體以後，做很多關節炎。所以所有我疼痛嘅骨頭啊，中間這隻關節，叫做關節炎。關節炎因為用多嘅，慢慢所以是它一天會出問題，問題係代謝強樣。代謝嘅問題天天，但是一天會出問題，所以人哋提供佢老人家來看，到底係人哋關節嘅問題，也係人哋骨頭其他筋頭嘅問題。他人哋提供看到吼，所謂關節退化嘅人吼，出國呢已經15%嘅人，意思講有300人班3個人已經係關節炎嘅人咧。就可能圖合58歲以上，53年地方就有1少，輕度。喺70歲以上，13地方有7少是關節炎哦。比例按高。係，非常大嘅問題，也係來面對嘅問題吼。所以說它係慢慢嘅關節就會退化，關節炎就會走出來。古說唐先生按講，其實大家都啲骨頭嘅問題，因為人到老了，就像記憶會老嘛，錯冇？古說骨頭咪會老，古說按有個問題，大家談就會知道，其實一種不可逆。就是以為你看我們的皮膚會老化啊，器官會老化，頭腦膜會拍啊，這是一個不可逆。不過骨頭關節炎的問題，就時常按講，發現比例很高誒。對，因為永久嘅東西永久一定會老壞嘅，係按樣問題的事。咁大家就會問到底乜嘢係退化性嘅關節炎？一般嚟講，大家就一般嚟講，像我媽媽嘅樣子，就會根本唔會講乜嘅退化性關節炎，佢都講，哎呀，我切頭痛，我唔會行路，唔講我切頭腫起來咧。唔過大家都唔知乜嘅原因。你有隻簡單嘅圖號，喺本睇人看，你喺切頭嘅關節啦，嗬，關節當背骨頭啦，骨頭中間有一隻較深層嘅嘅軟骨嚟啦，嗬。軟骨嚟做係保護關節嘅東西，喺軟骨嚟挪壞體以後，佢慢慢嘅關節就會走出來。看中間嗰條圖嗬，軟骨嚟開始慢慢嘅見到見泡以後，人哋開始會知道會痠軟會痛咧。前左邊嗰條圖嘅話，軟骨挪到完全冇㗎哈，是不是上骨質上出來？就痛到會動厲害。關節炎是這樣樣咧，正常嘅期間、初期、中期都末期㗎哈，會痛到行路行唔來。所以它造成動態沙飛問題啊。錯，應該相信看電視嘅鄉親朋友也係青島，可能自家嘅家裡的
老人家要低，都老嘅时节，大家要发现哦，迄讲你真正佚佗有按用嘅问题，你真正乜嘅事情都做唔得。迄讲大家去旅行嘅时节，你就佚佗通，你冇法度行路，你要做唔得运动，大家要去爬山呀、骑山用，你要做唔得去，也就会按用嘅问题。大家有发现，就先生讲嘅，因为你嘅骨头按用磨啊，中间这个软骨就磨掉了，磨掉了，你就可以开始变得很痛，做唔得行路。不过按用嘅软骨后面没有神经。我老太解释一下哦，软骨当中有其实无神经无血管，所以佢无感觉。意思讲，你骨头疼痛加下佢唔会痛，是因为软骨就会贴定的是诶。贴定的软骨的筋就筋破以后，然之后的感觉到压力筋就筋大，骨头的压力筋就筋大，痛係樣引起嘅。因為軟骨的冇感覺，骨頭有感覺，所以軟骨的磨以後，人骨頭所感覺嘅痛係因為冇軟骨的關係，所以軟骨的保存當重要。關節炎就是冇軟骨的痛起來，因為軟骨下部骨頭開始才感覺痛起來。唔過我知道對於青島人來講，這就是很難預防的部分，因為你嘅軟骨冇神經，你冇感覺。嗰種你嘅軟骨磨啊，你膝蓋也唔低，你低嘅時節已經磨鐵的填滿的吼。唔過大家也唔是緊張，根本就會同大家來講，因為保養唔會來嚇大家的，對不對？唔過講到按用嘅退化性關節，大家做圖都得看到，真的很嚴重的時候，係磨軟骨，當然它直接接觸就非常的疼痛嘛，錯冇。唔過大家就會問啊，因為你去看先生嘅時，先生會同你講，你係咩肌腱炎，也係你真正係因為你係退化性關節炎。唔過有親度跟人講，跟唔講係平常時我就會注意我自己嘅問題，它總是有一些警訊，對不對？有一些針頭，當然因為個針頭叫有可能係人嘅膝頭嘅骨頭有退化性關節炎，比如先生講會腫起咯，對不對？一開始剛可能冇吃到關節有較痕的喂，比阿比較，譬如講骨頭嚟加下啦，我去踢樓台加下，冇吃到我痠癢痛，有的人佢會慢慢嚟會腫起來，佢會有積水嘛嘅東西，有的人吃到我面起來會有點嘅澀澀啊樣，面起來澀澀也係一種嘅症狀，發炎嘅現象，不見得我澀，但是有的人會較澀澀起來，久了以後慢慢咧，因為唔敢用嘅力量啊。佢冇用力以後，佢順後肌肉就會萎縮掉。磨力以後會萎縮掉，肌肉會萎縮。有啲太久，比如痱體嚟了，肌肉痛，佢一磨住，用痱體嚟，實在佢唔敢停痛，痛嘅關係，佢慢慢骨頭是痱體嚟。有啲人行路加停痛，知道，佢啲嗰個上走出來，但是你一定要本身上看好，當地講多帶係關節嘅問題，係頸頭嘅問題。到最後，人骨頭因為老化就做變形。做出來，多只要當我變形。哇！佢說大家有時候，以前我媽媽嘅膝頭痛、青炎蟲，佢就同我講，佢就要腫起來，腫起來佢會看到個膝頭青苔，佢就基本上先生講，佢都有水，對，好像還成抽水，也係儲水，也係用誒。不過這種是真正就會貼藥膏，也係注射，就冇法塗，然後看他有沒有稍微發炎比較改善。不過大家唔知有糖尿先生講一下輕有意思嘅問題，就會我覺得有惡性循環的問題。對，因為吐完以後，唔是唔敢停痛，是佢行到我硬高鐵，你就引起痛嘅關係，是一種惡性循環。我痛唔敢停痛，一停痛就行到痛。所以一聽到停痛係人哋基本都做嘅事情。所以痛的時節，還係除了吃療之外，還是要保持動。停痛，你關鍵吼，假如講冇血管、冇神經，所以佢影響出來。停痛假吼，軟骨嚟佢因為互相有一點壓力，好像海綿一樣嘅吼，佢傾來傾去假，人哋關節地部營養分就走到軟骨地部去。喺冇必觸及吼，軟骨行較唔好。佢嘅肩關狀態行較唔好，所以不管用一定要停痛之後，有啲咩痛唔要停痛，從行路當中嘅吼，人這條模擬唔係行的，一定要多少行路，軟骨不一定要觸及，對這條係好嘅事情。真勁嘅，因為大家唔知大家有聽清楚冇？其實先生講嘅惡性循環，就係你痛你就冇停痛，你冇停痛，你嘅肌肉就更沒有力，就冇力你就行較硬高，行較冇痛，你行較冇痛，你又行較痛，行較嚴重，結果就會越來越嚴重。嗰個先生嘅意思講，佢講有一些痛還係會行路，因為你軟骨你就是因為動刺激，軟骨健康。唔過入邊講到一個摩擦音，就是雜音。我知道有聽到嘅好聲音，佢哋嘅鎖骨，所以係直頭。其實他們咁唔係退化性關節，唔過咪會有聲咧。對，會產生退化很多年紀較關係動態咪吼。
可能不见得係關節的問題，因為頸頭會講發炎加吼，肌膚變硬膠，較硬膠伊出個骨頭當然挪加，只有個傷就出來，所以不見得係關節。這個長時長，痛嘅時間有一些傷，頸頭會傷。哦，頸頭嘅傷。但是不見得係關節的傷的事。哦。所以你見個個吃到會反應噶，喺你本身上看輕重嘢，冇一家做上醫，一家上來上醫。唔講係問一下，呀哈係唔係有較後生嘅人，慢慢的有膝頭嘅問題？以前大家會知道老人家較多，呀哈呢？迄講退化嚟講，和你老人的年紀有關係啦。啊，一般嚟講，你嚇人運動唔拉啦，運動唔拉，人哋軟骨就唔會健康咩？人家講過，軟骨的健康要運動啦。所以太少運動，反而佢軟骨會較做會造成嘅退化嘅。所以係呢要運動。我覺得真的挺奇妙呢，因為大家會講，迄講你做乜嘅較激烈嘅運動嘅時間，有可能會傷到你嘅膝頭。不過時常要講，大家去做運動嘅膝頭就會好。嗰種躺起來就輕矛盾，不過唔會，其實有無強嘅運動嘅方式，較適當嘅形容嘅，然後較用嚟嚟保護。所以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陣就嚟講。今到晚就喺繞場度類似苗栗嘅分台議員嘅劉先生嚟到節目提到，大家嚟講骨頭嘅問題。不過上段節目大家有講到，其實印度咯慢慢骨頭會有退化嘅問題。講到呢吼，大家會講，其實運動真重要。不過有輕度嘅人就會講，運動會對膝頭嘅傷害心態。故說亞團，我們就要好好來解除一下安用嘅迷思。不過解除迷思之前，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其實膝蓋真的會承受輕胎嘅重量，體重也係行路就有1到2倍嘅體重的承擔，所以做得最好。當然唔係，唔係，唔講而講，迄個跑步也係爬樓梯4倍耶，對，所以是那個撞擊力讓你的膝蓋是有很大的重量的承受跟撞擊，係按用嘅感覺。對，你膝頭淡薄講有人軟骨嚟吼，軟骨嚟人家講需要佢俾一點刺激咪吼，但是個刺激太大，反而造成佢嘅傷害。所以講冇停痛啊做唔得。停痛太過分也做唔得，所以人哋適度要停痛，人哋關節一定要俾停痛，軟骨必定要觸及，係輕鬆一樣事情。絕對做唔得講，因為用嘅是冇停痛機，係壞事情啊。對，真嘅，因為大家想看啊，你一整天下來，你會抽電，什麼？你會抽電，你會行路，對不對？故說大家想看啊，你一停痛，你就對你嘅軟骨就有摩擦嘛。故說其實真嘅，你硬下來，你膝蓋關節的這個摩擦的次數係輕度嘅，可是怎麼辦呢？我們不可能完全冇行路嘛，錯冇？不過講到呀，其實有輕度嘅運動係做得做嘅，因為嚟保護你嘅膝頭，好，大家來看一下，一喺身上貼片。同大家來準備嘅。我今日準備就是日本嘅骨科嘅學會本一般民眾看那個圖啦，你啊，當中嘅事情是講，你保護膝頭嘅話，一定要本膝頭順頭嘅肌肉，我鍛鍊佢比有力。然後肌肉有力，行路剛好，其實唔會弄到咁厲害。你只做嚟保護下膝頭，所以講，你治療膝頭嘅關節炎，第一件事情唔係食藥嘅，唔係買輸射，唔係買注射。你做訓練一個太極臂嘅力量，太極臂，你講太極臂面前嘅太極臂力量，人哋太極臂對人哋腳行路嘅穩定度當重要。喺人家太極臂冇力嘅話，你行路你就會挪到較厲害，所以人關節佢會挪壞嘅。這是不自覺的，意思就會講，喺講你嘅太極臂冇力，你做邊樣用？真嘅，因為也係不自覺，因為喺講你嘅腳臂冇力，你自然而然會依賴膝蓋更多，係咪咁樣嘅意思？摩擦的那個形成會較過啦，較過都大家可以係，其實要塗抗藥唔會輕難呢，唔會輕難。大家按用細細嘅動作，你就做得保護。坐定就做，坐定就做，看電視嘅時間就做得做，我唔記得都做。真嘅，好，鄉親朋友真嘅會看較清楚嘅，其實你就輕重點你就坐定就好誒，然後一隻腳往上翹，佢腳卡起了吼，保持5秒到10秒，這樣變下來。5秒到10秒，但是重點係。存在呢，佢太腳比較用力，強硬，
要绷紧，胸昂，卡起来，迄胸昂的话，你肌肉比有力的收缩，那个效果更好。就做哑铃胸仰啊，你是我卡起来用力对嘛哈，我不用下来。但是有的人讲，更爱用20秒做的嘛，当然做的，但是take 几位时间反而它是一种疲劳啦，我翘没哈，所以5秒钟是拉，但你动用力5秒钟、10秒钟不用下来，次数会多，没讲做的多10多样子好，样子效果冇，那训练太久比例一天5秒钟、10秒钟一多，但是我做30多、50多，这样自己都拖练到人太久的力量，太久比有力的话吼，你只行路都吃盐。当日就做得到，当日就做，因为做青山传做，我老方达讲，因为青山传做啊，吃饱饭就抽点了了，这上去了就是卡脚之后嘞，真嘅，很简单的事情。迄讲老人家啲摸下泡茶嘅時間，同佢零殺大椎骨嘅時間，你就吹大椎骨，經講大椎骨嘅時間，你就做得按樣做。对，其实只要勤劳一点，按勇做就走得出毛。这是大家看有一个小动作，可是小动作很重要。像按勇的东西吼，已经全世界各科医生研究动作方法，我本来个那个较保全对嘛吼，是在啲已经证明一天有用的方法。一天有用。卡汤有冇用咯？你补嘛个拿嘛个补品啊嘛个东西，吃嘛个东西不一，你是做运动，当简单，冇副作用。真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真的，好有说服力哦，先生。开讲了，第二次那个日本研究，他会抽点了哈，抽点了，你不用在面趴滚点了，不用切头下背哈。就他太两个运动呀，做得建起来。按照上下背下背轻，胸仰，你脚纯粹的胸仰意思。脚伸直坐在地上，太脚比用力轻下去，轻下去一样，然后脚起来胸仰的力量。我做也较简单呢，系咪？做的胸仰做的，可以较简单呢。真嘅要就抽点，按你就。是不用得用起马背，你记得起马背。其实你的目的也是训练。太久比假设这是手，你是训练背后的那个肌肉，对不对？上面的肌肉，上面的肌肉，对。然后也让这边稍微拉到筋。对，一方面拉到筋，二方面让肌肉结实一点，比较结实点位啦。训练给太久比给筋条。人工股四头肌的训练啦，那面前的肌肉。其實也唔係老人家，睇下冇把到，睇下就做的，睇下就做的，好像你要做的，先生要做的，我要做的，係咩做的？我睇下會冇飛講，也係老人家做的，唔係按樣型嗬，還有天空體操啦，天空體操，老歲數冇關係，你做了一定對一定有幫助。先生，我同你講哦，也係做過，也挺難的嘛。也真嘅係肌耐力嘅訓練咧，看以為真簡單，大家看一下也圖。側躺正面水直直㗎，水直直，腳當背起來，腳慢慢的徛起來，5分徛起來，差不多離地25分以後，但是保持5到10秒鐘，再慢慢變下來。我覺得這個青少年因為愛做過，唔係腳臂嘅問題。連小腹都很酸，出力啦吼，小腹都要出力就按容易。但是有一點是講，冇勉強做動作，你做到差不多，開始3多、5多，慢慢的10多、20多，訓練就肌肉冇忽然間去做太大嘅動作，慢慢的時間增加，樣子好咧。同鄉親朋友分享一下，喺講你一開始冇法度做到，你就慢慢地來。咁咪同大家來講，係要按樣嘅動作都得做，唔係講一開始就會做到按慢。你做得先做那個坐在椅子上抽頂嘅幾種較簡單嘅，卡腳就做得慢慢地，喺講你知道，哎呦，你做得越做越好哦，越好按你嘅太腳比嘅越來越有力嘅時間，你就做到按較困難嘅動作，吼，真嘅，還有，哦，你係講起點來。起點加人嘅腳多少打好了以後，然後將肩膀差唔多較發達嘅吼，慢慢地坐下來運動。反正坐下來加，你做啲板凳東西啊做得，坐下來加7條冇超過90度，再個起起來。啊，你坐下依家你做啲呼氣，起起來加吸氣，慢慢坐下依家呼氣，起起來加吸氣。所以用樣子慢慢訓練太腳臂嘅肌肉臂訓練到。每日係要做幾次？所以看人命，我是講。不過馬運動訓練，你從10多開始，20多、30多、50多，全部做得。先生，這個動作我有做，可是我都會做90度誒，按我會做得做唔得。90度佢對一條壓力較大。嗰種誒，冇必要超過90度。如果有人講，做到90度，就是這整個就深蹲嘛，按用較有力。深蹲。還有我也看到也因為傷害膝蓋，還有就有些緊張。係基本上冇超過90度。還係個我做嘅時間較慢呢，比如你彎下去的時候，慢慢的彎，不要一下很激烈，比如你就慢慢的深蹲，按用做咩？其實深蹲不可以欣賞，應該唔會動暫時深蹲。真嘅。
好，我同大家来讲一下，迄个你真件会做在皮用伊个指南里按用清吼，毋过骨口嘅欣赏讲，轻量嘅唔好90图，还是要85图就做得。然后还有哦，你会慢慢的做，吼，不说要真件可以同大家来分享，还有真件你看根本你同大家来分享真个青豆，这个也是。那七条吼，佢发现救以后，佢会存啊存唔出，救啊救唔完。啊，像我时候咧喺种木本咧七条硬胶贴，所以佢。姜母煮给它标一扎个毛巾里头吼，出天来风，存到清出来，慢慢的揪到清转来。本来这条脖子加个板凸，脖子给它吃凸。啊，用法子唔会硬高的，你还是一打动重要。大家有发现冇？跟现场分享按到嘅同种，还刚刚有两点我学到。第一个就会训练你的肌肉的力量，太脚臂的力量。第二，现场讲就会多运多动，就唔好本人硬高。真嘅，那大家就会问啊，我就已经84嘅，我84你看现在做量，我就唔会做，其实还有。慢慢的来，这个要轻等一下。你搓到水搓就要做的啦，这行较好做啦。就是男人太脚臂啊，慢慢的板到轻带，唇都轻吃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吃。反正做运动是冇必要急啦，慢慢的做点来。嘿，按用起就是唔硬高的，唔会硬高。最后还有。哦，你喺动动有冇吃到讲？好可爱哦，脚掌。动下不动线吼。对。你搓到天下下，你只有你脚趾相当不会用力。摇起来5秒钟，再向下尾摇下去5秒钟。啊，然后发现呢7条后背嘅紧张性啦，所以有的人慢慢的要较缓和的位，要较自然的位。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现场讲到了哈，我们看了将近8张图了，按到嘅图，大家发现其实唔会轻难，啊，你就抽点做，也系讲你真嘅，你家里有浴缸，你在。晒神嘅时间，对，泡温泉的时候要做一下。还有最后同大家讲的其实是脚掌，因为你都来都按用个劲，比如你黑公黑给你个脚骨，你就按用来嘅时间，就是脚嘛，你就这样子拉。啊，黑尾7条就更加爽。黑公要黑7条，黑尾要不就康牛，就比较康牛手，就按对，按用黑没轻简单，感觉上好像。凤梦给时间，昨天一边访问，下次不要穿裙子，然后唔好做到暗讲，有冇？公亚团给时间，他给做压力裤、压短裤的时候，就会一边讲一边做，就走得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其实要讲嘅，就是时常讲嘅，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运动轻重要哦，因为你做唔得冇运动，你冇运动嘅时间基本硬高，嗰种你做唔得硬高，还有你做嘅时间当然要比较缓慢一点点，然后量力而为，一步一步的来。不过也就会大家，我觉得这个是预防嘅现象。对。对，你脚7条行较健康，係训练肌肉本7条健康。同當然唔提到我食物嘅東西就補7條唔咩？訓練7條順條肌肉是真健康。真嘅，好。咁個係講只是變到動養蟲嘅時間，係講只需要飼料嘅時間，有用嘅時咧，等下人都唔講，你聊下，等下陣來。到翻而做啲繞牆道類似苗栗改分台記者改流行上的節目地圖，同欣賞大椎骨真的覺得收穫很多，而且大家有發現某些欣賞嘅客家話清後呢，因為你講嘅東西唔係平常時嘅大椎骨，你其實講嘅青島醫療嘅問題，對，為什麼？因為欣賞講其實除聽你嘅客家話係母語之外，因為看片嘅去同意就是去看，較親切啦，較你青島嘅人去看欣賞嘅時間，其實係客家人，嗰種人，就同佢哋哎呦，一定要講客家話，給我同嘅時間講客家話，而且係唔係還有機會啲老人家嘅生活學習到冇強嘅客家話。當到發行咧，同老人家學，唔會唔啲。慢慢嚟學嘅，做都做苗栗30年或30年咧，所以了解講，他要用講法。結果欣賞嘅客家話越來越好，因為你本身就很會說，因為你嘅母語，唔過最後還可以從一些我們說患者身上學習到冇強嘅，因為我們說烏客語，較烏嘅客家話，時常會靠礙哦，嗰種係清緊張。不過一下去做乜嘅咧？露骨演繹，你看它清簡單。其實每一集我們都有冇強嘅露骨演繹，它對你來講挺簡單的吼。我們今天講嘅係嘛個，欣賞你幫我們分享一下。西片唔易，太片難易。這個有片通啊，西家冇去注意到佢，都太子都麻煩咧。
呀，就会见不见露骨言语，应该是常讲的暗号。真嘅，迄个大家有西片嘅时间，大家会讲过，哎呀，我某一看呀，某注意，想说算了，没关系。不过迄个你真嘅某注意，结果。时间久了变得比较严重的疾病，你反而更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就会根本你同大家来讲嘅露骨言语。古时候讲到骨头嘅事情没强用，唔好等到清洋葱嘅时间才去找刘医师哈，想说哎，医师这骨头现在这么严重了怎么办？可能那时候就要面对比较积极的治疗，对不对？吃疗呀还有，因为之前讲的是黑公，你还没有按洋葱跟问题，所以我们做的周青斗跟晕通，周青斗跟晕通，我们来做保养。我们黑公你真的有问题，可能就有治疗。我们先讲一下，我们要如何诊断退化性关节炎。我想他跟上前去看医生刚好，一定是医生们做在贡献的看对嘛吼。人家讲到关节，迄保护肌迄软骨的是所以看贡献的看软骨的个厚度。这个贡献讲，比如讲请左边那边吼，关节有碰的结碰，表示人软骨的结碰，做安样。软骨的基本筋来筋脑筋快，筋来筋破，这不筋来筋唔好。所以你看到最右边呢，都主要已经看唔到软骨了，表示讲几乎没有缝隙，完全冇软骨的，这是我们末期的个关节炎。所以你做的看医生不能讲，你差不多第一期、第三期，意思是讲，人个软骨的存积多意思。冇软骨的，这是变成末期的个关节炎，个行路可能也当难行。哇，这样就会。可能是一个照 X 光诊断的一个方式。如果共识采访，他敢不会吃到有青头给你很紧张的时间，给了解都给的多严重之后，通常泰卡共识它人性，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治疗？我们都得食药都得做复健，还有开刀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来讲，泰卡一堂都开刀就很会轻紧走，会觉得啊，因为按洋葱会做到开刀哦。我想了，他跟你讲一下个治疗的事情，我还要强调了哈，治疗唔是要去听啦，唔免讲开刀听，听，当老师而家老观众朋友当来讲的，运动是一个治疗，所以冇唔记得，你听到做运动，迄冇做运动，唔强食药会不好冇，可能会好，但是冇法度基本上对膝头唔係好事情，所以你治疗去替运动要做个地步，嗰乜嘅事情做唔得，冇宽松的东西。冇顾下来做些，冇去客家。我做乜嘅，冇做乜嘅，你比你食药嘅行下重要嘅事情。美國食藥嘅做好，所以那預防期，其實冇去寬鬆嘅，冇顧下來做些，冇去客家做運動，先做到嚟。天意，然之後運動，鍛鍊一個太腳臂嘅肌肉。唔知話有啲人是會班嘅呢，佢冇必要食藥嘅咩？所以喺講按樣，正係當唔上下做嚟食條藥嘅。食藥你是講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啦，所以講，我當然以前要處方本，但是藥嘅唔係講一天都食啲東西，係講做運動做不好，避免個動作做不好，這冇必要散到藥嘅咩？係講有啲人講做復健啊、熱療啦，個冰敷啊樣東西，當然冰敷是較基本期嘅個治療啦，比止痛啦、瘙癢啦，熱敷係講佢對個人哋較慢性嘅病嘅話，佢本身鏡頭比較鬆掉啦，血行較好。那全部一種復健治療，是藥嘅治療、復健治療，還對做唔得嘅話，真有相當開刀嘅事情。所以唔係講一下打起到係，所以開刀做啥唔咩樣，先做運動，先避免唔好動作，你係當輕重要啊，做嚟當然做事情嘅。哎，吃到簡單糖起來，就會講其實係針對你的需求，而嘅。年紀也好，洋蔥嘅長途，大家會本意建議啊，就是時常講嘅訓練肌肉很重要啊，從冇運動輕重要啊，你不要一直去做，一直很不適當會傷害你膝頭嘅動作嘛，不要提重物，對不對？比如你已經有一些洋蔥誒，可能是中度了，你還一直提重物，那當然就不行。不過後面時常你呢邊也有案例，後面有那個救生人士嘅。給老人家還開刀的，開刀嘅樣，因為你睇講起來吼，台灣一年有18000場接受關節彎曲頭嘅手術咯。因為很多人做樣手術，因為你喺技術啦，你喺醫學講起來，你係已經算當成功嘅手術咧。所以說很多人就會做過手術嘅事情。但是人哋我做手術吼，第一我建議他個人看兩個醫生，兩個醫生只能講手術，其實可能真有手術。手術咧以前吼，你聽到本心臟科是人看過，內科是人看過，有
做唔的宿舍理由法，也冇宿舍。哦，马水我想看过，冇问题。张正义做的宿舍，宿舍以后呢，宿舍的目的係乜東西？喺度啲除痛，冇必通的是，因為宿舍老嘅，我帶一隻模型轉嚟過來吼，當簡單的事情，就講，呢宿舍喺老，他跟講，阿媽講，我宿舍喺搬出頭，幾隻熟體啦，係唔係？唔咩啊？其實老嘅廢體嘅木嘅，其實木嘅吼，打開來熟得一點點骨頭天天，掉隻木落去，當杯掉隻木嘅，下杯。掉什麼嘅？用嘅時候，呢骨頭是加講嘅，人嘅骨頭對骨頭腦嘅痛是冇嘅。喺年嘢啊，老嘅廢體嘅弄過嚟，一點骨頭縮得起以後，掉什麼嘅落去屬實的是，所以人工關節。那就是泰卡講嘅人工關節這樣東西。加講92歲阿婆佢用嘅屬實，其他講嚟，你話講阿婆，一般嚟講，一般嚟講，門診先一個。但是我心中我想看過，我想看過，伊講可能性當然門檻先有，但是佢做一代，阿婆買了用按上我宿舍啦，伊講我要出去了，這就是動機。佢嘅動機很簡單，因為佢就是讓誰，泰卡一般來講你就按漏誒，你最嘛為什麼還要去做這個？佢講佢要出去了，哇，那後來佢就做誒，係啊，做嘅就宿舍做嚟做去了，就出軌了嘛。佢就真係出軌去了，佢就做得行路誒，行路是吃鹽誒。我真的要把阿婆拍拍手誒，真嘅親有用意。唔過就時常講，你要先釐清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你要做清楚嘅評估。你睇有冇講述是講，第一我花幾多錢？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從中華民國按好嘅制度啦，宿舍的費用10個萬對冇1/10負擔，所以萬個人天天。同樣嘅東西出中國做我30人班，出美國做我8個人班。哇！所以出台灣係台灣講起來當幸福嘅國家。8人班，我說就有可能，你可能換一個人工關節，在台灣好像是一個很普遍嘅宿舍。唔過喺美國，喺講你冇100萬，你可能冇法度做。他講上，喺講你冇法度做，你就冇法度行路，你就總得從嘅舊市場寫嘅阿婆去了。唔過真嘅哦，他講呀，就像經常說的，你做很多的評估，你的需求，然後依照你的需求，費用也好，去做不同的。我們說材料啦也好，不過復健很重要，復健輕重要。有青頭跟你們知道，我做過做了人工關節之後，我就沒有去復健，我沒有去動，因為會痛啊，怎麼反而更不好。所以講，天時嘅追蹤治療當重要啦。開刀以後，聽到時間1-2禮拜、1個月、3個月，我記得本先生看，因為先生看人家狀況，我本就建議，看有時有啲食藥嘅冇，我用做復健較好。因為你這個失去聯絡以後，其實當大傷嘅事情，冇做到嘅事情，變到結果唔會當好。係的，了解。本來做得挺好嘅，因為你冇好好嘅聽從醫囑，結果可能就蠻好。不過節目嘅最後，其實還有青島嘅東西，做得同大家嘅分享。迄個行一百有幾筆，加遙相線上嚟都呀。不過最後我來講一下哦，他講運動哦。就青島你們在家裡做家事，變成一種勞動。特別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勞動同運動係冇共用嘅哦。冇共用。有青島人那我擦地板可以吧？對不對？那結果更糟糕。對不對？你看苦等就超過90度。對不對？苦下來辛苦了。結果你嘅氣條行下鬆開，結果愛用係勞動。所以我們要特別同大家來強調，勞動跟運動是不一樣的。有青島嘅家庭主婦，迄個你真係想講，哎呀，我就平常時冇喊運動，你應該做家事就運動，沒有，運動還是運動，對不對？還有先生講的哦，運動適當的運動，對啊，你有能力可及的運動才可以。最後先生有冇該補充嗎？有問題還要請先生診斷，講真嘅係關節炎、頸頭發炎，過來第一冇做乜嘅，愛做乜嘅，輕重嘅事情，冇去加冇寬鬆嘅，好好保養身體，鍛鍊太極臂，因為我醫生說，你講躺落去，自然復氣嘅。醫師整理的清清楚哈，訓練太極臂輕重要哦，對，大腿肌。我說基本應該同行他按大椎骨高胸，發現到我太極臂輕胎，我心裡也覺得很安心，因為代表可能比較有力氣，結實。基本其實當感謝先生對到節目啲讀了太高的分享，希望基本所有看節目嘅鄉親們都知道，哇，看基本也是對你嘅切頭有很好多嘅了解，生活動態，體能好了嘅時間嘅記錄哦。
就是要向所有嘅乡亲朋友都播下嚟，边看电视来做运动咯。